自2026年7月16號起，滲水辦推出全新嘅程序，最快14個工作天就可以向樓上單位發出建議維修通知，限佢28日內修復。聽落去好似進步咗好多，但係我一定要揭穿真相。呢一張通告只係非法定嘅建議信，根本冇直接罰款嘅效力。而且滲水辦用嘅係刑事毫無疑點嘅標準，間歇性滲水依然係好容易被列為原因不明而直接 close file 㗎。最關鍵係政府只管衞生妨擾，絕對唔會幫你追討天花維修同埋不便賠償㗎。想真正逼樓上低頭兼且追回損失，你依然要自費請公證行做專家報告，再出律師信同入稟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令。想知道點樣將建議維修通知轉化成為民事武器？即刻點擊下面嘅連結睇我完整嘅拆解啦！